呢個神經簽人收入是第10節按樣人講到，係講一心難談，當你白色之時，你冇力量去對付。嗱，呢個神經講自家啲，係講自家嘅心灰心，自家嘅心難談，白色嘅下，自家冇力量去對付佢，所以自家本呢個白色控制下，所以人班人自家係向。達到一個力量嚟對付呢個痛苦、呢個白色、呢個苦衷啦。嗱，呢個聖經講出家啲，喺呢個耶賽亞40:29節按樣人講到，佢上帝本出家活撒、肉撒力量，佢上帝真嘅精神。嗱，係講上帝本出家力量，本出家精神，出家能夠對付。這個社會中的經過嘅痛苦，經過嘅不適，嗱呢啲不適痛苦要嚟嘅生命中實不足，自家唔好難談自家嘅心，自家嚟上帝嘅面前求上帝，佢能夠俾自家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嚟對付社會嘅痛苦，所以唔好灰心，當不適之時，依靠上帝，佢俾一個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，阿門。